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Ampas 嘅優仔工房。咁啊，適逢香港亦都啱啱有場雙紅會啦，就喺啟德上演，就係元老賽啦。咁其實今個禮拜英超最矚目嘅大戰，同樣都係雙紅會，利物浦主場對住曼聯。咁兩隊波近況其實比預期當中就談唔上話理想啦。咁先講下利物浦啦，其實利物浦喺國際賽之前3連敗。英超作客輸過俾水晶宮啦，輸過俾車路士啦，咁啊都係最後尾段俾對方絕殺。咁聯賽而家利物浦就排第2位啦，係咪好差？其實就唔係嘅，不過之前太順咁解嘅啫。而一週之前啦，1分落後俾榜首嘅阿仙奴，而家紅軍就排第2啦英超。咁啊歐聯第2個比賽亦都作客輸咗俾加拉塔沙雷。3連敗啦，2場英超，1場嘅歐聯嘅賽事。但係要留意3場嘅賽事都係作客。今場波利物浦喺主場咧，其實今季係全勝嘅，所以咧就呢一方面大家值得留意。無疑啦，今個夏天其實利物浦係幾誇啦，喺買人方面啦。咁啊，除咗即係大家知道就仲要有時間融入嘅沃斯啦，咁啊另外伊薩就要慢慢揾翻個比賽狀態啦。沃斯暫時就7場英超2場歐聯都係冇乜嘢進帳，而至於伊薩就好明顯就狀態不足啦，要啲時間，質素就唔需要懷疑㗎啦。咁啊，連帶伊薩喺國家隊方面啦，瑞典國家隊嘅表現都係唔係話太過理想，亦都冇波入，反而較為對版咧，利物浦方面就係伊傑迪基，喺今個英超已經有3個入球1個嘅助攻，但係有幾個嘅進攻好手喺度咧，當然。即係史諾要選擇啦，利物浦嘅領隊。咁但係就起碼有得揀。至於沙拿就無疑近期係有少少下滑咗啲，但係又唔可以太過忽視佢嗰個大賽嘅比賽經驗喎。特別係沙拿每一次近年對住曼聯都一定有好嘅表現，亦都以往有唔少嘅入波同埋助攻。咁啊，至於曼聯方面啦，其實就啱啱喺國際賽之前，佢哋主場2-0贏咗新特蘭啦。但係其實好多個消息，究竟曼聯嘅主帥艾摩廉帥位係繼續好穩陣啦，定係不穩咧？咁呢個都即係當然係會有啲動盪嘅。對於球會內部嚟講，就好難話完全冇嘢。話高層會俾100%信心，應該就唔會啦嚇。咁啊，但係留意到咧，就曼聯喺今季球隊咧3場嘅勝仗咧，都係喺主場取得。不過今場波曼聯係作客啊，作客其實曼聯今季只係1和2負，未贏過波，呢個係幾重要。同埋呢一場波之前，大家都一路會講噶啦，曼聯今季英超未試過2連勝啊，所以係有幾多嘅擔心。另一個擔心咧，由於聯賽盃已經出咗局啦，曼聯咁啊，足總盃又要1月先至有比賽，所以而家曼聯今季嚟緊呢段時間係比較得閒，一個禮拜1場波。咁但係會唔會令到球員更加專心呢？正面就係咁睇啦。咁另一面咧就係覺得，咦咁一班嘅未必係正選落場嘅球員咪冇得踢咯。例如好似斯亞斯啦，呢位荷蘭嘅前鋒啦，佢哋青訓中場嘅明內啦，咁又好少上陣機會喎，又少比賽，咁就會唔會令到佢哋有去意呢？軍心會唔會有啲影響呢？呢個都關事，因為佢哋都要爭取國家隊入選嘅機會啊嘛，喺球會要有表現啊嘛。如果落場少甚至乎冇嘅話呢，所以係都會衍生到一啲嘅問題出嚟嘅。咁叫做比較好啲嘅消息呢，就曼聯今季嘅前鋒啦，新加盟嘅斯洛文尼亞嘅前鋒啦，石斯高就開始個狀態提升咗啲，唔係話最好，提升咗啲。咁啊，另外古華亦都傷愈復出啦。咁啊，另外安保姆啊、阿馬迪亞路嗰啲都係有得選擇嘅。咁但係最重點就係話利物浦今場波雙紅會係主場，曼聯係作客。咁就幾明顯，利物浦喺主場證明過晒，曼聯就作客，暫時未有一場較為似樣說服力嘅表現。所以呢一場今個禮拜英超嘅重頭戲雙紅會，我預測利物浦主場能夠贏曼聯，去力逼榜首嘅阿仙奴，令到榜首形勢會更加緊湊啊！不過最緊要咁啊，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安博體育傳媒，咁啊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